云林要斗南要起一个中央厨房，今仔日举办工程的说明会。等这个中央厨房起好，开始来使用了后，会当提供1000个长辈者食食的服务。办理中青食堂虽网介好，不过即马高龄化社会，有的社区人数无够，所以不管是食饭或者是志工，想要办食堂真无简单。伫馆长的支持之下啦，斗南镇不但是会当进步，佫会当来作为婚姻观的模范。即马斗南镇统计有19里无办理中青食堂，所以嘛希望透过中央召开办理，会当来提供镇内有需求的士大人有更较好的送餐服务。希望会使来参加食一个中昼一顿营养。随高龄化社会事件，变作提供士大人有更较好的照顾，来应付人口老化出现的问题，正做即马各界拢伫咧注意的议题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